依家首期10萬蚊就可以喺珠海斗門湖心路呢度買一個一字板樓同埋全智能嘅一個小區啊！你睇呢個戶型咧，佢窗、陽台全部幫你打好咗嘅，一睇就係我哋小區一個現樓，全部都係現樓嚟嘅，即買即收樓。佢呢個交標就非常之高，比如話呢個電動窗簾啦、中央空調同埋呢個華為一個智能系統，全部都係一個交流標準嚟嘅。就呢一套系統同埋我哋一個家私家電全部加埋起嚟，就價值10幾萬噶啦。呢一個咧係105方，佢做到南北對流呢個戶型，非常之大。因為呢個係創意板房，做到一個2房。其實呢度係可以做一間房，比如話你係覺得係比較逼咧，就可以作為一個客廳都係可以做一個橫廳、大橫廳一個客廳都係 OK 嘅。再睇一睇佢呢個餐廳嘅位置係非常之大嘅，坐到10個人嘅話絕對唔係問題。呢度係廚房嘅位置啊，3件套全部你睇到嘅都係一個交標嚟嘅，全智能一個小區，2梯4房。嗱，我哋直接去睇一睇佢嗰個主人房做得幾大。呢間咧係一個兒童房嚟嘅，主人房就做得非常之大。比如你自己都可以咁樣設計去做啦。嗱，呢度係套間嚟嘅，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全部幫你整好晒。呢個就係佢一個休息嘅地方，放個1.8米嘅床係絕對冇問題嘅。依家咧仲有啲物業費可以送到俾你，同埋依家啲價錢都係非常之平，1萬2蚊就攞得低。有興趣嘅話 PM 我發啲詳細啲嘅資料俾你。